见到院长第一印象好帅哦，韩国的欧巴真的太帅了，然后院长很专业。大家好，我是来自中国的罗瑜，今天我在娜娜整形医院进行整形手术。我在那个中国最大的新阳整形网上，我是从事美妆博主。这次呢，来韩国的娜娜医院呢，是为了做我的大腿抽脂手术。然后呢，我是觉得我的大腿比较粗，然后平时呢有一些就是健身啊、运动啊、跑步啊，但是呢，就是大腿这个位置很难瘦下去，特别是大腿内侧就不太好瘦。所以说，我想了一下，我还是决定来。让我下定决心要做手术呢，是因为我看了一下就是医院的案例，我觉得抽脂手术的话，对于我来说是比较快捷一些，因为我是平时比较要拍照、要上镜，然后就是通过减肥啊、运动啊这样的办法太慢了，而且也达不到我想要的效果，所以我来决定做抽脂手术。当然是越变越好了，可能你说要达到模特的身材很难，但是呢，我想通过抽脂手术，就是把腿型塑造得更好一些，更纤长一些。就是现在我的腿的话，就是有点肉肉的感觉。手术之后最想做的就是拍美美的照片吧，身材好不容易变好了，估计要拍一组比较性感的照片吧，给自己留个纪念。选择娜娜的原因有几个方面，第一呢是我在新阳的网站还有小红书、微信上也看到了娜娜的一些宣传，还有她的一些案例，我觉得她的案例很好，很写实，然后我看到案例以后也很心动。第二呢，就是我看了以后，我之前在娜娜做过鼻子的修复，做了3年以后，我感觉我的鼻子很自然，然后术后呢也恢复得很好，这就让我下定了决心，这次抽脂手术还要选择他们的医院，而且他们的医院是规模很大、很正规，这方面我觉得很值得我信赖，所以综合考量以后，我还是选择他们医院。第一印象就是很整洁、很高大上、很专业，房间啊，整个医院的感觉就是很整洁、很严谨。国内这一块的医美的话，现在已经很普及了，就是大家觉得抗一下衰啊、打针啊、做皮肤啊都没有什么了。抽脂类的东西的话，我现在要去做术前检查了，等一下还要和院长商谈，请大家关注我术后的改变。한쪽당 한 1,500에서 2,000 합쳐서 한 3, 4,000 그래서 하고 나서 압박복 한 달 입으셔야 되고요 2주까지는 24시간 입는 게 좋고 그 후에는 그냥 집에 있을 때만 입어도 돼요. 보통 일상생활은 바로 가능한데 운동은 한 4주 후 붓기 같은 경우도 한 3, 4주 정도 갈 수 있어요. 환자분 같은 경우는 허벅지에 지방이 많은 게 고민이셔서 허벅지 지방 흡입을 통해서 좀 최대한 라인을 슬림하게 만들 예정입니다.见到院长第一印象好帅哦，韩国的欧巴真的太帅了，然后院长很专业，给我圈了很多小圈圈，我也不懂，然后我就跟院长说，反正就想要好看，然后想要腿变细一些，然后院长说放心，然后就给我画了一些线，然后按照这个手术来做，我相信院长。心情呢还是有些变化的，因为第一次来韩国做隆鼻手术的时候，当时是修复嘛，特别紧张，因为怕要是没做好的话，这个就在修复的路上就长路漫漫了。这一次做那个吸脂手术呢，之前就和医院在微信上聊了很久，来的时候呢，确实还是挺紧张的，毕竟抽脂手术第一次做嘛。来了以后呢，医院这边的不管是工作人员还是客服呢，就一直跟着我，然后我们一起检查，然后觉得大家就是特别热情，就是聊了一会儿，可能自己的心情也放松了一些，可能选择一个就是正规的医院，有就是更多的人陪伴你的话，你的手术的心情会放轻松很多。这一次呢，期待我自己的变化，到时候我会给大家分享我术后的一些图片啊、心得呀。马上就要手术了，期待我的变化哦。刚刚进行了拆线，然后见了院长，院长说我恢复的挺好，我自己感觉也恢复的很快的。待会儿
术后这一周就是手术后的第一天，我就走路回了我住的酒店。第一天、第二天、第三天，头3天是会比较难受的，因为腿会有一点浮肿，因为它那个肿胀是会向下的。但是我建议大家呢，也不要就躺在酒店里了，要多出去走走，就是逛逛街呀、买东西啊，这样也有利于消肿。当然是手术后的第一天醒呢会有一点疼，不方便的地方可能就上厕所吧，因为你站着和躺着的话，你腿是直的，你上厕所的话你要蹲，你一蹲你要用劲，可能大腿你这要受力，上厕所的时候有点艰难头3天，然后后面都没有什么了，上厕所确实开始有一点不方便。这个是真的。我还有就是可能就是穿塑身衣有个习惯嘛，如果特别是没有习惯穿塑身衣的妹妹的话，刚开始穿肯定有不习惯，因为它会很紧绷，但是我建议大家还是要按照医院和医生的要求穿够1个月，这样对大家的恢复也有好处。就紧紧的不舒服。然后就是院长说的是至少半个月要24小时穿塑身衣，半个月以后到3个月是每天至少穿8个小时。反正我个人就是推荐大家一定要按照就是医院的要求穿塑身衣。后期的话我肯定还是在能够尽量运动的情况下散步呀，慢慢的增加一些运动量，这样肯定有利于消肿。和这个就是我术后从手术到现在术后1周的一些情况，后续呢我会每周都给大家更新我的一些就是术后的一些心得和体会，期待我后面的蜕变。拜拜。